奇美医院帮健保署推广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将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随着人口高龄化，居家医疗需求与日俱增，加上新冠疫情改变民众就医习惯，在宅急症照护俨然成为未来医疗关键的趋势。今天我们邀请的3个国家，从美国、新加坡、日本，那还有我们台湾的贵宾来为我们讲解在宅住院、在宅急症照护的最新发展。奇美医院是台湾第一家医院来推动在宅住院、在宅急症照护，让患者能够在家里享受到幸福的医疗。那我们这一次也帮忙健保署来推动在宅急症照护的这个计划，很高兴在7月1号上路。在上路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国际的贵宾来交流国际的经验，也协助台湾在宅急症照护的推动，希望能够顺利的上线。身为在宅急症照护领头羊的奇美医院，上午特地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美国、新加坡与日本和台湾专家分享各国的经验。由美国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同时也是麻省总医院的急诊医师 Jerry 分享透过科技提供患者在家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以及新加坡圣港综合医院资深急诊顾问 Jin 分享该院2年来在宅急症照护的经验与新的医疗照护模式。我们要怎么样把高品质的医疗照护带给患者，让他们在居家的舒服的环境呢，就能享受高品质的医疗照护。我们在美国，在很多全世界的地方都看到说，在宅这个急症照护的模式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预后医疗体验，也能降低相关的医疗成本。那也非常开心哦，奇美医院作为台湾推广在宅急症照护的领头羊，能够来受奇美医院的邀请来这边做分享，那让大家知道说，透过科技善用科学，我们也能够安全的提供患者在家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今天很高兴受奇美医院的邀请来分享新加坡在宅急症照护模式的这个经验哦。我们新加坡已经推广大概有2-3年的这个示范期了。那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台湾分享新加坡的体验，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新的医疗照护模式。研讨会除了邀请各国学者专家，还有台湾在宅医疗学会、中华民国护理师公会全联会与国内医疗、护理与长照等专业人士参与，希望透过交流汲取国际经验，为台湾在宅急症照护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造福更多的民众。记者林根台南报道。